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4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出埃及記12章21到27節，約翰福音11章45節到57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半過節。半過節是猶太教內底上重要的節期之一啦，吼。這個節期開始佇出埃及記的記載，就是出埃及進前大個災難中間的第尾仔個。這10個災難時常引起儕對聖經無了解的人的議論，甚至是攻擊。但是對於這個半過節卻是非常重要，特別是對於這個信仰來講，伊不但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也更加是基督教信仰中間重要的慶典之一啦，吼。為什麼呢？佇咧進一步來了解半過節的進前，咱必須愛了解原始的這個半過節的背景以及伊的基礎。咱要來對這個第一個觀點來看，就是一場的瘟疫啦，吼。既然是一場的瘟疫，就無有人會通避免，吼。所以有真濟人講這個10個災難吼，上帝足無公平啦，吼。好若親像攏是互埃及人甲埃及的法老王受到災難，吼。上帝吼對這個以色列人特別的偏心啦，吼。咱若用一個瘟疫的角度去看的時陣，咱就知影這種的講法根本就是徛袂牢。也好若親像佇這2年來，全世界咧面對武漢肺炎。這個去互質疑將這個病毒放出來的中國，伊也無法度來避免這個疫情的影響。佇這2天特別這1禮拜來，疫情更加是失控啦，吼。拄公布吼這個上海吼就封城安尼吼，防疫的這個優等生台灣也無法佇這個世界疫情的中間，家己做了家己好勢，無可能。也最近因為有漸地放鬆，造成全國疫情閣一擺來緊張起來。所以用武漢肺炎的疫情以及伊的控制來看，咱只有愛思考講安怎去來防範啦、防止，並且愛徹底來執行，才會當免除疫情的侵略。咱台灣親像對於這個邊界的管控啦、喙暗的這個政策啦，吼。洗手的習慣啦、疫苗的注射啦、人民的自我要求等等的方式，互台灣佇這2年來會通成做防疫全世界防疫的典範，吼。但是佇瘟疫的疫情的下面，卻是人類攏愛共同面對的大難題。這個會通倒轉去解說這10個災難。相款，特別是對最後一個第10個災難，其實是一場的災難啦，吼。這場的瘟疫是一個對當初是真大的災難，特別是佇迄個所在看輕疫情的人以及迄個國家。現在是安尼，佇出埃及的時陣更加是安尼。咱對聖經來看到這個胎大囝的災難的中間，大囝甲所有頭前被刣死的記載，
拢是因为当初时遮个人看轻灾难，看轻上帝，也是讲看轻上帝救恩的有限。香港最近全部人拢咱知影伫疫情开始了，中国互因来注即个中国的疫苗。但是咱即2礼拜来看香港的疫情，伊不但是完全的失控，迄个得病人数安尼单跳起以外，造成真悬的死亡的人数，迄代表迄个疫苗的功效无够悬。对伫香港的人民来讲，即马所面对的就是好像亲像太大囝的灾难共款。第三个角度，咱要看伫经文内底甲咱讲一只羊羔啦吼。伫出埃及的太大囝的灾难中间，上帝透过摩西宣布一个防疫的方法，就是逐个家庭爱杀一只羊羔，并且爱用牛吃草将这个羊血抹伫迄个门楣的顶悬。不但安尼，大家的这个家人拢爱组织做伙，并且甲门关好安。还记得2年前伫台湾的翠安，即个中间欠缺，后来国家翠安队不但制造优良的翠安基带，好的补给部原料，也紧急制造有够硬的翠安，互全民拢通来使用，来防止染疫。相款，这个羊羔也是当初是上帝所赏赐互以色列人防疫的一个方法。羊羔代表是一个牺牲退人来代赎，这是一个救恩，也是避难的记号。羊羔的血代表生命牺牲以外，也拯救所有相信并且愿意遵行的人。伊也诚做伫迄个门楣顶悬做记号，互这个瘟疫逝过遮的人，互因袂致到着病。羊羔的肉伫避难的中间，人会食物，当然这是牺牲的象征，嘛是一种的分享，也是会通讲是当初是做一个慈善的作为。因为圣经甲咱讲，恁着对以色列的全体会众讲，即个月初10，逐个人着照家庭准备羊一鸡一只。若厝内的人少，一只羊食袂了，着甲厝边做伙准备，照人数，照逐个食的分量来准备。这个厝边无拄拄是以色列人，请咱会记这项代志。第4个角度是讲看到一个救恩啦吼，这个救恩是上帝赏赐互所有相信的人。圣经讲以色列人得救嘛吼，但是牧师就爱提醒大家伫这段中间，其实是要互所有相信的人。根据出埃及记22章第38节的经文安尼讲着，伊讲济外族的人甲牛羊也对因出去，外族的人就是非犹太人、非以色列人。另外，伫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到17节，圣经甲咱讲，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赏赐互世间，互逐个信伊的人袂得到伫灭亡，反倒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伊遮尔疼世间，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。真可惜，就是讲遐会家己掠做是自我为义的人，即马佫存在，因却是拒绝上帝所应允的救恩。
并且伫犹太人纪念搬过节的时阵，设计杀害上帝救恩的出口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因看耶稣行神迹，有一个人相信啊。但是有一个人亲像当初时出埃及的法老王共款，看了心狂火热，就安尼真公义。因为安尼，犹太教的搬过节就伫耶稣基督牺牲下面，成做基督教信仰受难日的节期。这就是咱现代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。甚至现代人还阁有真侪人伫生活顶悬，互基督得到见证，好若亲像互基督搁一摆受难共款。因为家己的言行，坚持家己的想法，追求家己的利益，完全无注意伫教会整体的发展，信仰性命的见证，互主搁一摆来受难，经历搬过节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咱这个受领的人转来伫锡安的时，咱亲像在做梦。迄时咱的喙笑哈哈，大声欢呼。列国的人讲，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。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大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沙的地有溪水搁在流。流目屎夜整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，流目屎带整子出去的会带伊的袂困，欢欢喜喜倒来。感谢上帝，互着阮想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恩经伊互伊来做搬过节的羊羔，互阮所有相信的人通得到救恩。恳求上帝帮助阮进入救恩，毋通安尼，无互阮成做迄个自我为义，掠做家己是对的基督徒，互基督的名搁一摆来受到损害。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